空热风台暴风圈半径是这挖近30档以来上界快的，台东的沿海风雨非常强，亲像这富江渔港的风影就加到滚落站楼啊悬。来到台东富江渔港，空热风台带来超过10级的强风，岸边的海影毛滚落站楼悬已经超过暴风。 即马记者所徛的位置是伫台东的富江渔港，会知影会当感受到这个风甲雨拢非常大，上大的阵风会当来到12到13级。看到这镜头边仔的这乌多摆呢，正因为风伤大，拢吹到东倒西歪。镜头搁向这个海边来看咧，这港口内底啊，海水规个拢涨起来。另外咧，这影嘛非常大，拢会冚过这暴风。 空热风台的中心已经对台东登陆，沿海的风雨已经变甲愈来愈强，有的大影甚至超过10公尺悬。记者徛伫咧渔港内底采访，一阵一阵的强风，甚甲人拢徛袂知。也那渔港内底停满大大小小渔船，大家拢用绳仔绑条条。渔民袂放心，透早就去巡视，讲中昼过这是真正考验的开始。12点过后到2点，空气的还要大。 啊，你会担心吗？应该不会吧，没好船长。沿台11线往北边行，海边啊空旷，透大风、落大雨，能见度变真歹。路边的树仔嘛动动海。来到起好一直拢无启用的美丽湾度假村，嘛明显感受到风雨变较强，上大的阵风有13级，威力真惊人。比较所开美丽湾的度假村，看到对着这风海越来越接近，这暴风雨规个已经是大理这在。 风势已经非常大，连车拢无啥会调。路里拢无看人，无看车，民众拢乖乖住厝，讲强风透规暝，互人唔敢出门。哇，好强哦，这个蛮强的呢。以后好像都没有看到路呢，都看不到路哦。看起来都蛮大哦。啊，应该也是不敢出门啦哈。不敢。因应强烈风台狂热，台11线路边的加油站前一暝就已经关起来，佮特别有封锁线，无爱互人车入去。所有的机台设备嘛拢包起来，就是希望会当平安度过这届风台考验。记者林静伟、陈宏杰 SNG 小组伫台东的报道。